新的康亏盘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梭，这个伊叫做梭啦，啊，毋过大家当叫我控沙哦。你看厉害，直接来进两三。哎呦，打啦！这么准。大家好，我嘛是有超流力的金喙姬山猪妹，试看嘛。哦。我是南部上界古水的上天，今仔日带了2位导人先生大请饼。带大家来看上水的历史的宝岛。咱即马来看暗时的台湾，更较水。哎呦，真正足想要赢的啦！等你投票投我哦。咱来看一下影片，甲将人骗在这汤内底，用就滚啊呢！对，伊就滚啦。10万路啊，台湾水路。哇，足够水啊！这是碧冷，就在叮当啊！换一个角度是无同的世界。对。我来做这导览的先生吼，无人比我较早。哦。有的人住来遐，毋过对于大的所在一点仔都无了解。规租落来，免超过2000块，要倒退。哎呦，也头够长啊！伊也嘛在比我啦。这华阴街那边，迄第一只偌贵呢？300几万呢？有感受到你的人生。你命看这，肥菜脯是香的。哎呦，这贵加足香啦！凶狠圆周戏。凶狠，你共业的感觉开始咧咬。耶！手机啊，拢摕出来，手机啊，今仔日到底谁赢？来，当然是饭汤。当然是咸话，酱猪酱赢。